大家好，我係3號電站嘅業務推廣總監 Philip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公司3號電站。我哋係一間提供新能源多元化業務公司，咁就當然包括今日想介紹嘅高速充電站啦。直到今日，我哋已經喺九龍、新界起好咗18個充電站。3號電站呢，全部都配有2支或以上嘅高速180千瓦充電槍。佢到底點為之高速充電槍？我舉個例子。Tesla Model Y 後驅版由20%充到80%滿，係需時25分鐘；一部 Zeekr 97人車就由20%充到80%，都只係需要28分鐘。真係嘆一杯咖啡嘅時間，就能夠俾你嘅座駕充滿電力，繼續起程。3號電站嘅系統設備會不停升級，去滿足分秒必爭嘅你，同埋係3號電站充電嘅時候係免收停車場費用嘅精明嘅消費者，你哋一定識得選擇。3號電站要照顧嘅又點止揸緊私家車嘅你？3號電站嘅設計大多數都可以容納到2.5米車身高度嘅商用車，甚至有好幾個站呢，仲可以招呼埋52座嘅旅遊巴嚟充電。對於未來想換新能源商用車嘅，你就唔使擔心冇地方充電啦。而家3號電站嘅活躍會員人數已經突破1萬人。喺呢度，我要先多謝大家嘅支持。註冊會員係免費㗎，只要係 Google Play 或者 iOS 搜尋3號電站就可以啦。如果你哋想我哋嚟緊喺邊度開站，或者想我哋增加啲咩增值服務，請你留言俾我聽。一經採納意見，馬上有28蚊嘅充電券送俾你。我哋係新時代新能源3號電站。